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5月2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7篇，箴言第2章第6节到第8节，使徒行传16章第1节到第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智慧之源。昨天我们谈到了教导是信仰的基础，因为我们说读经祷告是基督信仰的2个翅膀。读经呢，是帮助基督徒借由经文来认识上帝，因为圣经是上帝所启示要让人明白的他的教导与旨意。圣经明白地告诉我们，智慧的源头就是上帝，不是人的知识。箴言第2章第6节到第8节也这样子的告诉我们，因为是智慧的是上主，知识和悟性都是从他而来。他帮助正直的人，保护诚实的人，他帮助待人公道的人，维护对他忠诚的人。上帝的智慧帮助我们以不同的高度来看生命，看世界。如同上个主日牧师分享的主题，上帝的眼光是超越距离也超越时间的。因此相信他追求永生的人呢，就必须要去追求上帝的智慧，要以不同的高度来论世界，来看人生。保罗的学生提摩太是成长在于一个敬畏上帝的家庭里面，虽然他的父亲是外邦希腊人，但是他是成长在他的成长阶段是深受了他的母亲以及外婆的影响，追求上帝的智慧。因此当保罗遇见他，呼召他以后，他就跟随了保罗去宣教。一向反对一定要接受割礼才能得到救恩的保罗，在这个记载里面却是亲自的为提摩太呢行了割礼。许多人不能明白保罗为什么这样做，但是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保罗以智慧来判断而行的。因为当地所有的地方犹太人都知道提摩太的父亲不是犹太人，若不为他行割礼而贸然带他进入犹太社群的话，这是有生命危险的。使徒行传16章第1节到第8节记载了保罗为提摩太行割礼这件事情。保罗来到特庇和路斯德，在路斯德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，他的母亲是犹太人，也是信徒，父亲是希腊人。在路斯德和以哥念的信徒们都称赞提摩太，保罗要带他一起走，就替他行了割礼。因为这一代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的父亲是希腊人，他们经过那些村镇，把耶路撒冷的使徒和长老们所定下的规律来交给他们，吩咐他们去遵守。因此各教会在信心方面得以坚固，人数也一天比一天多起来。他们取到佛吕加和加拉太地区，因为圣灵不准许他们在亚细亚省传布信息。当他们到了美西亚边界的时候，想进去庇推尼省，可是耶稣的灵禁止他们，
于是他们就绕过美西亚到特罗亚去。保罗是一位顺从上帝基督的灵的智慧者。我们在经文当中看到，耶稣的灵不准他去庇推尼省，他就顺服了。这是一位充满着上帝智慧的人所应当有的行为。诗篇67篇，上帝啊，怜悯我们，赐福给我们，求你以仁慈待我们，求你使全世界知道你的旨意，万国知道你的救恩。上帝啊，愿人人颂赞你，愿万民都称赞你，愿万国欣喜欢呼，因为你以公义审判万民，你带领世界各国。上帝啊，愿人人颂赞你，愿万民称颂你，土地生产谷物。上帝，我们的上帝赐福给我们，上帝赐福给我们，愿天下万民都敬畏他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成为有智慧者，让我们能够事事尊主为大，凡事遵从主的旨意，跟随主的脚踪而行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